小姐，请坐。小阿姐，请坐。小阿姐，请坐。你好，我母亲最近刚过世，我要办理相关手续。你好，我妹最近上高兴，我爱办相关手续。你好，我妹最近上高兴，我爱办相关手续。请节哀，我需要您母亲的户口名簿和死亡证明书。好，请节哀，我需要你妹嘅户口名簿、老死亡证明书。好，请节哀，我需要你妹嘅户口名簿、老死亡证明书。好，有带您自己及母亲的身份证印章吗？有帶你一家老爺妹嘅身份證老人了嗎？有帶你一家老爺妹嘅身份證老人了嗎？都在这边，麻烦你。全彩禮本你，全彩禮本你。你要申請幾份儲戶戶籍謄本？你要申請幾多份儲戶戶籍謄本？你要申請幾多份儲戶戶籍謄本？2份。2份。2份。2份夠嗎？建議多申請幾份，後續很多程序都會需要哦。2份那麼建議多申請幾份，後續一到嘗試都會用到。2份那麼建議多申請幾份，後續一到嘗試都會用到。那我申請6份。我申請6份。我申請6份。好，請稍等。好，請等一下。好，請等一下。請問你知道我再來是要去國稅局嗎？請問你哋，我撒下來係愛去國稅局嗎？請問你哋，我撒下來係愛去國稅局嗎？您母親有留下什麼財產嗎？你妹有留乜嘅財產嗎？你妹有留乜嘅財產嗎？我母親有留下一塊地，我姐姐叫我去辦理分割繼承。我妹有留一地地，我姐係我求辦分割繼承。我妹有留一地地，我姐係我求辦分割繼承。好的，我建議你要先到地政事務所請領地籍謄本。好，我建議你愛先去地政事務所領地籍謄本。好，我建議你愛先去地政事務所領地籍謄本。再過來到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接着要到稅捐稽徵處再過到國稅局申報遺產費，接着愛去稅捐稽徵處，再過到國稅局申報遺產費，接着愛去稅捐稽徵處查詢有無欠繳的地價稅跟房屋稅。查驗有欠納地價費、老房屋費嗎？查驗有欠納地價費、老房屋費嗎？最後再到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。最尾再去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。最尾再去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。這麼複雜啊？很複雜不？很複雜不？聽起來很複雜，但其實只要資料備齊，依着程序辦理，1週內就可以辦理完成了。聽起來真複雜，不過其實是愛資料準備齊全，早點嘗試辦理，上禮拜就做得辦理好。聽起來真複雜，不過其實是愛資料準備齊全，早點嘗試辦理，上禮拜就做得辦理好。我知道了。
我知咧，我知咧。6份藤本总共90元。6份藤本总共90介元。6份藤本总共90介元。便是储户户籍藤本，一共6份，请你清点一下。你是储户户籍藤本，总共6份，请你点一下。好，你是储户户籍藤本，总共6份，请你点一下。好，没错，冇唔错，冇唔错。这样就办理完成了。安样就办理好嘞，安样就办理好嘞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什么你？好，什么你？